OK， 1996年第25條題目就話喺個 figure 入邊 O 係個圓心，咁就要你揾 X。咁首先呢兩條邊係一樣啦，咁所以呢，下邊呢兩隻角都係一樣，都係等於180度減110度再除2，即係35度。咁呢個時候我哋將 O 同埋呢一點連埋一齊，咁因為呢兩條都係半徑啦，即係長度一樣，咁所以呢，下邊呢一隻角都係一樣，咁呢一隻都係35度。加 X， 咁呢個時候我哋就睇下左邊呢個三角形。咁頭先講到啦，因為呢一邊等於呢條邊，咁所以下邊兩隻角一樣都係35度。咁然後呢兩條邊一樣，咁所以下邊呢兩隻角都一樣，都係35加35度，即係70度。咁剩低嘅呢一隻角呢，就等於40度。咁所以呢一隻角就等於110度減40度，即係70度。咁我哋就可以70度加2乘35加 X 等於180度。咁然後70度加70度加 2x 等於180度，咁 2x 等於40度，咁所以 x 就等於20度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A 啦。